为了响应台南4宝冬，台南市文化局再度甲知名食品公司合作，推出高级限定商品热兰遮包薯条，以17世纪大丸以及热兰遮包俯瞰图、荷兰知名维加维美尔维遮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以及倒牛奶的女仆为包装外观，呈现当时城市样貌甲荷兰人物风貌。那我们过去曾经跟孔庙、曾经跟妈祖、曾经跟至圣先师，很多甚至魁星，能够做结合的一些文创商品，其实都深受消费者还有包括市民朋友的喜欢。那今天特别推出新款的这个跟对应台南400年的这个安平古堡的这个图像，这个我们荷兰美术馆的这个艺术作品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，因为这是限量的哦。这几冬来，台南高级限定商品不断开发，将台南相关的历史人物、古迹、文化等甲休闲食品、生活用品做结合，希望会当互古迹甲历史故事融入现代生活。那我想，食品而且食物对整个异国文明来到台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。那台南也因为贸易而站上世界的舞台，所以我们其实古迹商品一直希望能够推陈出新，也能够实际的去创造我们的营收。那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创造出来的古迹商品，其实在我们整个营收业占的比重越来越高，而且二次消费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。商品为今仔日开始伫台南限定开卖，贩售地点包括俏看楼、安平国宝、安平树谷、义在金城、安平滚龙树、爱国妇人会馆、1661台湾船园区等7个古迹景点，欢迎大家前往购买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